你好，我上爱退票，请问按用办做？好，请老你改差票，那不爱来老你处理。也是我真正买改差票，拜托你。按用就退好嘞。哦，照规定扣题，日时的手续费了后，也是存改钱。什么意哦？看了请警察，了下按你现代人士之下，记者重绕解意思，大家记得爱听人眼么？退票，退票，退票，处理，处理，处理，扣题，扣题，扣除，手续费，手续费，手续费。紧签，紧签之前。接下来我们来学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抢老你改差票那不爱，抢老你改差票那不爱，请把您的车票拿给我。抢老，抢老，请把你改，你改您的差票。差票，车票，那不，那不，拿给，爱，爱我，抢老你改差票那不爱，抢老你改差票那不爱，请把您的车票拿给我。爱来让你处理，爱来让你处理，我来帮您处理。爱我来让你帮您处理爱来让你处理，爱来让你处理，我来帮您处理。扣题日时的手续费了后，也是存改签。扣题日时的手续费了后，也是存改签。扣除了一点手续费之后，这是剩下的钱。扣题，扣除。日时的一点。手续费，手续费。了后之后，了后，这是存改，剩下的钱。扣题日期的手续费了后，了后存改钱。扣题日期的手续费了后，了后存改签。扣除了一点手续费之后，这是剩下的钱。好，以上是2则单元所有嘅句型，记得咯，爱多练习咯。